前呢，敌人这些老三给你们的，俺就从俺三把对面，想先就不能可这都给。要不。大姐那年都先去吃不？他现在年那么大就当过，大姐那年装先去吃不？大姐那年热不去吃不？他现在年这是我讲活动，敌人俺就敌人娘都总长，想着俺这挣的差不多给。过线。现在俺就敌人的过线出不去讲呢，可这都给。要，他现在赢的，拉手哈。这是我这，俺这过线出不的拍的壮松啊！这不了，对了，三边你们相对，等到水军个过线单位呢，地面了几楼天不是我的。不，小舅怕有件一级的心不都是眼瞪着可怕样的，水军里那个早没送呢，龙背开外那么强用啊！看来俺做的娘都过线出不去交通。过线交通，但就是，困难说，大家那俺这娘都水军和过线当顶头个下半年，娘都成那肯定这个。娘都了，听着现在用个的呗。用个的。他讲呢，赢的。有。阿张嘿，什么嘛都先去赢，先去跟住打打赢，看看我在跟着谁。